下冰车事故才拄过一档，代替又搁通讲有司机员违规超速的代志。一个司机员互人逼消息，讲利用列车自动保护系统 ATP 的空棒，使时速约90公里的速度进站，短短12天内超速8改，代替经暂停伊的职务，全面调查。今嘛要搁办教育训练的课。 普悠玛列车驾驶的过程，速度拢有 ATP 自动防护系统咧管理。列车要进站进前，也是要驶弯，代替拢会装限速的号志灯来提醒。按照规定，司机员只要看到灯倒起来，时速就袂当超过60公里。但煞有司机员互人逼讲，看到号志灯倒起来以后，若无减速，搁以时速90公里驶入去车站，伫咧短短12天内就超速8改。ATP 的显示速度不一定跟那个注意号是刚好一样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危险的。代替解说，司机员驾驶要入站进前，看到号志灯倒起来，若是超速，铁道顶悬的 ATP 感应器会自动替列车来动车减速。但是有部分的路段因为地形的限制，号志灯甲 ATP 感应器是分开来装的。这中间的路段无 ATP 强制来管理驾驶的速度，变做是一个大问题。停止乘务。 再加强教育这种方式来做。那假如说再有发现的话，就可能会记申诫处分这样。的确有少数司机员呢，在这个速度的控制上没有做好。那我们也会根据规章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讨。代志发生了后，代替来调查1600名司机员载车的记录，发现总共有4件违规。后个月开始，代替嘛会全面来进行教育训练，希望亲像安尼情形，莫搁再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